觀眾朋友，今日個好麻煩收看《福起來》，我阿明姑劉浩明。今日福起來邀請到一個可以年輕的時節，如投入護理工作的一個西來護理師，同時伊唔係客人哦，但是伊這個可以努力去學客家，同時服務我哋客莊的鄉親。福起來今日邀請到伊來到我哋現場，同我哋分享講，伊睇下要做護理師的一個工作地步，遇到乜問題，同時我哋客莊的待遇啥，係咪有乜個特別的要注意的事情？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，我哋游航生，航生好，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快刀房的護理師游航生。航生今日佢歡迎來到我哋現場，因為頭先我哋一開始有講，你係個西來護理師，因為我哋一般人睇有路上咯，護理師係什麼嘢？對。當初我會想講說，去做護理師也工作咯。一方面吼也從家境有關係吼，爸爸嗰時候啲有罹患也肺癌吼，所以講有啲台北榮總快刀的時候，有看到爸爸啲安尼。宿舍體還有一些醫護人員同伊照顧吼，所以講感覺家的有一種保持着一種照顧病人的個心，所以講將一路都去讀護專吼，都畢業都也研究所畢業後，所以一直還有進修，所以講也都就喊啲快刀房做安尼條路，所以講將會做快刀房愛事業嘿。嗰時等於講爸爸的事情對你來講的話，實在係影響佢大。比如如地講，其實護理啊嘅工作真正可以睇，你講病人佢需要照顧嘅時節，而可以去有一個佢創業嘅力量。嗰陣即個講嘛，看初中開始專科嘛，哈，那個護理專科，然後後來還左邊還是以持續調業也行業。對。你中間都冇想到我改行業？冇想呢，因為我哋照顧病人呢一種期間啊，吼，病人本來嘅種回饋。好，有時候感覺像我哋快刀房啊，吼，有時候病人因為我哋救生醫院的時候就去台中的醫院、同綜合醫院上班，嗰時候就啲快刀房的個宿舍房吼，啲做骨科的個護理師，嗰時候病人有時候跟我講當患，然後有時候講啊，唔需要一兩皮不檢嘛，佢講好啊，有時候多一兩皮俾檢的時候，其實病人的嗰種眼神吼，本感覺到。溫暖安尼，所以講有時候朋友會講，讀懂以後哦，有時候安尼講，所以講這是持續安尼繼續行業動力。真是因為人體最弱的時間，尤其係快刀出來，應該係恢復式的時間，不緊準啊，佢可憐啊，有時講一種等呢，我說是等呢嘅緊張，但是問題係。嗰種嘛唔會感覺到個少咯，就是有啲攤嘅啲畢業花，其實會改好。咁將即個後來一直都見到做緊嘅快刀房嘅護理師嘛，嗬。當初呢，我先上快刀房咯，因為護理師可以做幾多事情啊。因為快刀房吼，有個地方我較喜歡嘅係講，因為佢啊只靠係較無菌嘅封閉嘅嗰種嘅條路吼。啊，一方面有個地方咩愛需要講。嘅器械，我哋有時快刀器械要當重去練，還有一些要同醫生聽書嘅時候，然後就做當直接講，本期一隻同醫生強下一隻團隊，吼強下同病人宿舍期間全期吼手術前、手術中、手術後期給他完成，所以講病人就可以得到動態嗰種嘅溫暖就對。因為像我哋以前是像我讀心理呢嘛，嗰種嘅醫生，大部分我哋服務嘅地方都睇精神科，其他的身心科啦，其他的精神科。啊，有時間如真是我哋有時間揾到困難控制嘅個病患的時間，係。其實如果有西來護士來啦，哈，佢要留意的時間，什麼人都唔到，你喺度發作嘅時間，嗰塊，我冇想到，其實快刀房地方真係買幾多東西，愛佢有力量而去哦，嗰種其實快刀房嘛算是一個西來護理師，佢個擅長嘅地方。係。咁唔知個因為頭先我有講到講，這個唔係客人。係。唔知個係河洛人還是？阿公啊，其實係福建人。阿公就帶我爸爸來到台灣。我媽媽係苗栗同州嘅片，係河洛人哦。所以講從細吼，我啲屋企就會。爸爸媽媽就講河洛話，有時候上課同學其實我要同苗栗的角色吼，有時候如果同學要講客家話，
啊，到底講呀，迄唔佇迄客家話，愛葫蘆話，所以講有時候愛學，有時候欣賞，學教嘅欣賞沒有教，所以講有時候就一般學客家話啊，專業講葫蘆話，所以講其實也對我也哈都也開到房吼，對我來講是幫助很大。有時候像我的開到房的個空間吼，唔免家屬做得熱氣。冇錯。哦，所以講因為嗰邊嘅老人家較多，後來開龍骨、開腳趾頭，啊，講開其他多。有時候家屬做得熱氣啊，啊，唔過病人要想問東西嘅時候，啊，佢全無安尼，尤其講從細就講客家話，啊，所以講有時候我哋聽書講做翻譯啊，因為麻醉科叫我問佢講。呀，有什麼個要不過敏嘛？啊，有些啊會過嘛？呀，種誒，有時候我們病嘅時候，其實有時候家到其實我開到房唔係講打啥就客家，因為我啲嚟一工作誒，所以講有時候做翻譯啊呢。最重要呢，因為佢時間吼，唔單止講，對，唔止家己的工作對我哋醫生來講嘅話，吼，一邊個醫生嚟講嘅話可以。完整的傳達俾我哋聽言，其實聽言其實就可以用以最會講嘅話，我哋講母語啦，嚇母語，然後以講嘅話，然後同時有一啲人可以傳達俾醫生，嚇，譬如講啊，話會痛哦，冇乜嘅嗬，係因為有到個老一些嘅我哋咧聽言上來講嘅話，因為講嘅客話嗬，可能講人強嘅人都還談唔上，對，係譬如講伊講啊，見啊你溫哦，用。而係嗰種形容詞啊，係工人強嘅人咧，譬如講要客話工人強嘅人，真係話談出嗰老一些嘅嘢講法。佢說哦，真係按你角色佢重要，係啊，啊跟即個像同即個服務嘅其他方面，如果嗰度老人講客話老人家咩？其實吼也算，因為來開刀房會開刀嘅，其實差唔多就60歲、70歲以上嘅老人家吼，所以講。佢從細就會講客家話，講習慣嘅。啊，有時候其實唔看病，有時候你來開刀房吼，佢唔單會冷啲，還會緊張。會緊張，一定會緊張。所以講，有時候我會陪伴啲，因為還沒宿舍前嘛，還沒麻醉前嘅時候，我會陪伴到病人旁邊，因為講阿公阿婆，啊咪啲照顧，啊唔會冷嘛，冇就講。今日也萬人皮，宿舍很萬人皮，像看護，啊係講人來人辛苦啊人買，我就會講一些咧安尼幫助佢嘅話，然後佢就較唔會講按緊張。幫助佢睇對對對。幫助佢睇，而我感覺到講，如果用談一聲係講巴嘅。係，所以講其種緊張之外，吼，其實人吼，有皮。有比肩多一點，啊，唔過佢還係當緊張，其實還沒有冷，其實佢來自迄個心底度嘅迄種緊張，唔係講身體上嘅緊張嘅。係，有時時候，譬如講，我哋而家佢常看到嘅係看護，吼，我係識別看護啦，吼，冇本土，啊，有可能唔會講客，而嘛可唔是，譬如講，醫生有時講，你宿舍前啊，吼，可能唔會是乜嘅樣，有條看護可唔是。有啲阿婆要見到事，其實都真係我希望唔能夠去多問一下講，按生一點以前有時乜嘅冇，有時睡冇乜嘅冇，因為佢哋可能即個緊張乜個都見唔得咧。對，係啊。有時候像安尼情形，也可以做第2道、第3道把關。有時候雖然病房有問過，不過有時候可能傳達可能會有些誤差。啊，有時候到開刀房嘅時候，我們要做第2道、第3道。啊，如果講唔會講客話，咁幾時先你都發現到講，哇，唔錯，醫師查，就夾就同醫生講，講安尼做唔得咯，麻醉科就做唔得嘛，因為也可能有其他併發症，所以講也當從業。所以我講客家話對我來講，當有理啊，對我嚟講創意，係即係種話，創意則多，當有理，當講誒做得起。救較多嘅病人咩？做對講聽數較多嘅病人。冇錯，也係因為講，你這個多多生涯工作啦。等於講，因為
語言一件事情變成人家工作地方最重要的一項，唔單止講你這個我講嘅華語，吼，你這個專業部分，因為你這個服務係也一群客人，對，你要講野話，就像同我哋講一樣，唔可能聽一套門嘅時候全部都係講華語，啊有啲阿公阿婆咯係對有沒有對，係，冇錯。結果真正有客話冇嘢事情，按從沒有市場哦，以往生一點事的一筆。那就完蛋了。對，就是做到杜絕這一個問題發生。冇錯，嘿，這種東西其實等於講，你一件事情，睇伊個按重要嘅伊個過程地步，路邊呢也要重要性過高啦。對。咁唔幾時些，像你像讀到按到嘅，按到行業嘅睇業上來講嘅話，一般來講，人家嘅睇業上睇部分係乜個問題嗰度啊？像唔得你骨科嚟講。骨科嘅方面吼，就腳趾頭。好，腳趾頭，因為苗栗一個地區吼，佢較特殊就會講，佢後山又有河水，所以講有時候家的老人家吼，有這個一隻體後就會種田，種田有時候腳趾頭就當腳就磨損，所以講，我哋搭一年差不多有時候揾2期到3期的嗰種嘅人工膝關節置換術。咁從一般來講話，一按一台。我哋用台刀啦，吼，用刀上一台刀嘛，吼，一台刀來講嘅話，而係時間會長。我就講宿舍的中間啊，宿舍醫生開刀開始哦，差唔多1.5鐘。哦，1.5鐘。啊，唔過吼，有手術前係乜嘅？就會講佢要麻醉評估，吼，還有器械擺盤，吼，開刀用嘅器械。還有講嘅自費的材料，也當到自費的東西咩？還有健保的要審核，還有同腳要手套，也段時間咩差不多半點鐘。然後還有手術後，可能恢復時間，差不多沒有半點鐘，來看佢嘅麻醉推的程度，所以講加迄個應該2點鐘。其實呢，真是準備的事情幾多。對，一多，嘿。可是談到一片，他個你會發現到講，其實我能從中為去讀到為這種宿舍的一個過程地方，其實準備的事情幾多。還有一段節目，能請我哋讓護理師同我們講一下講，都在宿舍地方有乜個事情要注意的。休息一下，我哋下一段節目馬上過來喲。翻過來復起來，所以節目我哋咧開刀房嘅護理師嚟到現場同我分享講，伊當初做乜嘅做護理師有嘅工作。我想請問一下，因為頭先已經太有講一下講，譬如講我哋做一啲溫切頭嘅一啲宿舍嚟講嘛，雖然講對於醫生7度開始差唔多1點半鐘嘛，但是你前還有嗰種準備，吼嘛後來嘛差唔多要2點多鐘。你咪同人哋太有講一下講，譬如講。一般來講，開刀房同一般嗰個內科啦，冇得嗰種吼，去到其他科嘅開刀房有乜個差別啊？哦，然後講到嘅呀，就較特別咧，就嘅器械有較無共。因為腳趾頭吼，就像人家一種防護嘅樣嘅。佢聽講有天機嘅，吼，還有骨叉嘅，還有鐵錘嘅，吼，所以講。也搭種按樣講夾個器械吼，所以講有當到像木工樣嘅樣嘅東西，所以講準備到結束吼，其實快要從到吼，所以講就較無可能就講準備夾個器械較多。我聽見問題就講，嗰時對唔等來講嘅話，當然講有啲醫院嘅本身都講，伊係骨科嘅專門醫院吼。嗰時也會當然也會宿舍房，大部分都係骨科嘅骨為主啦。對對。咁一般來講嘅話，而家開刀房又真係係要分講，譬如講內科開刀房、骨科開刀房，還是要譬如講專用嘅咯。好。一般吼，我喺醫院嘅開刀房要分神經外科。神經外科就講人家講開颅骨、開腦，有人家講中風嘅嗰種急診送嘅嗰種中風嘅，馬上就要上來開，嗰種嘅冇就後生嘅查科嗰種。創刀嘅嗰種咩叫神經外科吼，也有胸腔外科吼，胸腔外科就講像人家肺癌嗰種嘅，吼，還有胎腸科也咩當到胎腸癌嘅病人吼，咩有胎腸科，還有像個骨科啦，還有一般嘅外科，對，像今邊我開也腳趾頭嘅刀，
前一日的夜班的人就會講，看近比手術的排程，哦，佢看像近比有幾大多，佢所以講佢太壓時間，佢就要備這些像人家一隻套餐按嚟樣的吼，所以講佢近比有用吃飛的東西，有用健保，還有用人工膝關節吼，佢簽特殊的就講有得骨水泥，就會講人工關節佢要納到嘅夾骨頭上面時候用嘅骨水泥，哦，佢種就有分就自費同健保，所以這。一部分吼，所以講太壓班的護理人員吼，就會先準備好了，吼啊，天然也將高分白班的人吼來做個宿舍安尼。假使講，有啲個太醫院的可能講有，譬如講也要開刀房，可能對頭到面路改刀抬刀的話，咁伊等於講前一安排把所有的東西全部準備好。冇錯。吼，啊有誒度就會講突發狀況誒，像阿家講誒，吼有時候腦開刀急診來誒，嗰種誒，佢就要留一條通道，俾個急診誒，個宿舍的人去準備吼，所以講嗰種就冇辦法講前夜安排來準備一種誒度，所以講一種就會講急診的話就供應室就講有特殊的人員，伊可以馬上備出來這一種手術的用物啊。對。還有天眼，還有天眼問題，因為有時候我看到譬如討論講啊，神經外科而家開腦吼，有時候要機嘅咩？哦，唔得嘛，要機嘅啦。哦，啲機人用會受痛啊？哦，嗱，一般咧，像係機嘅吼，唔會受痛，一般咧就原狀嘅。一隻病人就一台刀，就一隻嘿，唔好講應該一隻人用，佢要給另外啥，雖然有手痛，冇辦法對嗰種冇辦法，因為夾嗰種機嘅哦，佢嗰種，哎呀，夾嗰較鋸齒狀嘅吼，佢要設其實沒設強力，所以講一般係 disposable 應該講係單次使用嘅啦，嘿嘿嘿。我安尼我都知啊，我想講，我一般從頭都想講，像嗰種機有的話還有嗰種電鋸啊。對。我都想講，而家用係受痛咯，伊啲插下落受痛啊，可能拖你，你唔用過嘅，佢有時候嗰度有啲地方都會卡嗰度烏做多東西啊。哦，你第一擺用係都冇再用啊。啊，像一種腳趾頭嘅吼，夾嗰種機嘅就較太機嘅，吼，所以講因為佢個機太腳臂嘅，係細腳臂嘅軟骨嗰片嘅個。骨頭磨損那個骨頭叫彎線，佢點樣先可以切講嘅吼，所以講如果再立一隻嘅新嘅人工關節的東西上去嘅時候，所以講嗰隻工程就較大吼，所以講嗰隻機嘅上癮其實有嘅病人吼係痛得多哦。所以講，嗱唔係睇緊研究嗰度樣啊，嗱頭多我哋咧要嘅護理師咧講嘅時候，還是機器嘅馬屁啦。而且講我切那個龜醬吼，然後太極骨吼，切那龜醬，還有叫伊講嘅龜專業啦，那真係真係相當高。對，所以講開刀房吼，行一隻行業吼。咩其實我有一些膽量，然後也唔咩講特啥要做得。係啊，因為像這個講下你幾專業學幾順勢嚟講嘅時候，我真係想講啊，用想啊我都感覺到幾定嘅。啊，但是問題係講，比如講你有時候要完成一啲，我哋講幾完整嘅一啲宿舍來講，我幫頭都講1點半鐘，1點半鐘是講一重點唔可以出冇咁問題嘅。對哦，對。佢像這個當初入去開刀房嘅時候，有練習過冇？對於我嚟講，特別送東西開始去學習幾個過程用嘅，還是講一開始是馬上都變成一啲愛去我嚟講嘅地刀子啦，或者是地鋸子。好，因為亞種吼，就一般我哋通常會嘅時候諮詢過嘅吼，佢到推崇嗰個醫院嘅時候，佢講佢有分科吼，像一般骨科吼，一般要3到6年，真正做得上到開刀房嘅個宿舍台上面。7家停到，咁佢幾時停一定係會讓人帶燈，係嚇神經外科呢咩差唔多安尼，所以講佢做得7家一般嘅吼，就講一般外科像一般那個腹腔鏡那個種手術，就佢1張嘢2張嘢就做得帶去，所以講也唔係講，哎呀隔壁一隻新人一來，天嘢就閉上去，哎做唔得咯，也對病人嘅嗰種安全上當危險，跟住咁嘛係按慢慢地一步一步上來啊。係冇錯。啊，你幾時第一擺看到去開刀房嗰時，唔好講下。就應該就要講到我爸爸嗰隻動力吼，促使我感覺，我去到一隻地方嘅時候，我會感覺講我想用我7家一種動力吼，去化解我的恐懼啊。所以講就看唔按緊張，咩唔會驚。所以我希望講。
雖然沒做醫生哈，啊，不過一個團隊就會講，就特強下樣的，所以講有時候同醫生這種的共進退吼，有時候站在同一線上面的。因為雖然講醫生可能係主導的，對，但是其實伊哋隔壁個團隊嘛，其實係一個創業嘅，因為伊冇伊哋把入嘅過程狀個順序準備幾好，用流程就行啊幾好嘛，其實伊推到。冇辦法按順序去完成啊！咁從這個經驗來講話，有印象幾深嘅一擺書生哦，啊，不過也台咩骨科嘅多，好也係有一隻後生嘅吼，42歲就死來吼，佢嗰時候得到管癌，哦，啊，不過佢係用傳統嘅就幾隻都市打開來嗰種嘅，吼，啊，就來切，啊，切到一順序嘅時候，啊，不過血壓。就差不多會結束嘅，宿舍會差不多會好嘅吼。結果遐忽然間就得到春冷嘅，啊麻醉科就個醫生就同佢講，喂，做埋一片血邊就停下來，然後我就嚇到，然後呢，我同醫生我就先醫生先傾 CPR 吼，啊就輪流按你傾，啊麻醉科這片咩強用。搶救就對了，大約的同佢搶救。啊，我們這是心臟，也要心臟外的按摩，所以講前後面差不多傾了差不多30-40分鐘，病人咩就下工又轉來，然後也大家一起努力，所以那個病人最後還是活下來了。我們再把剩下的一些手術把它俾完成啊，對。可是好彩伊的麻醉呢吼，因為伊看到走馬燈了呢。對，所以講一個團隊真的懂衝，有時候有時候像人家送刀吼，有時候像醫生本來在顏色，我們就知道給下一波做嘛該，所以就像人家長茶用，也要用羅萊把，又要用嘛個片劑，用嘛個扳手嘛該，給一張眼神，人家就提供，給下一波做嘛該。可是你講，唔知個可能講係同一啲固定的醫生。好，嗰啲也要流程嘛，哈，所以可能，而且你這個嘛看久誒，對，好，你睇下第個做到嘢嘅，可能愛買個東西啊，只是講以這個伊表示講，可以拿出來嘅，可是講無缺氧嘅醫生，唔差唔多愛叫佢適應啊。哦，叫佢適應，因為吼，如果講後邊新來醫生，佢啲咩快強氧嘅差唔多會到，啊，不過其實個流程差唔多就強氧，唔可以講差咁多，差唔多我聽過，我應該講係用聽到嘅嗰種嘅台書來講嘅話，譬如講，而家佢就腹腔鏡嘅闌尾切除，可能填2台就做得咧，就第個，嘅一種嘅習慣，啊習慣有時候我哋會做一隻筆記，像一個欣賞係。用乜嘅東西，所以講特色習慣無強氧，啊唔過大部分係強氧嘅。規個過程大部分強氧啊，個有嘅地方可能多些種認為無強氧嘅。咁就從人來講嘅話，一推到初頭人講差唔多準備一開到前面準備到後尾結束差唔多2點鐘。對，咁就一差唔多乜時候入去啊？我哋開始就加嘅時候麻醉科評估完以後，就病人到病房送到。開刀房之前有個準備區，啊，其實麻醉科就滿嘅資料，滿咗以後，就喺度開刀房接觸嘅，好，也從手術前，好，就送入去到手術中，手術中嘅病人都過敏床，啊，麻醉科開始麻醉，這時候我們就是開始做那個器械擺盤啊，哦，準備一些皮膚消毒嘛。哦，我送康類啦，係。嗰時候人哋全部喺度送門外面咧。對，恢復式嘅。係恢復式嘅，去照顧嘅。係你能做個sản婦都冇強氧。對，嗰度就較後線嘅哦。係。其實講我哋開刀房交本麻醉科佢係從咩當重要，因為一隻病人開乜嘅刀，吼，啊要用乜嘅東西，照 X 光，啊要乜嘅引流管，還有講，啊要乜尿管，也總好搞辦。因為佢麻醉科佢多數沒有到病房，病房佢要再搞一隻辦，所以講一隻真應該講係手術，一手術開始吼，從病房還有轉移到病房，也係一隻循環用嘅，所以講大家就做唔得有錯誤啊。冇錯，等於講睇開刀房用乜東西，嗬，要接嘅乜東西啦，嗬，要接嘅乜管啊，嗬，所以啊，要搞胎，好，恢復式係咧係轉移病房嘅時間，乜搞胎清楚。對。嗰個其實我哋過從未讀到我哋嘅醫療嘅行業地位，其實有幾多幾有嘅專業嘅地位。休息下喎，下陣節目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咯。
放下過來福起來嘅。所以節目我哋開刀房護理師同你分享講，喺開刀房地步要準備乜個事情。我想請問一下，因為頭先已經有講到佢伊啲肝癌嘅嘛嗬，佢除咗以外呢，你就聽到最長嘅刀，冇得講，即個影響最長嘅啲刀。哦，好，有時候我哋有時候要接一些較緊急嘅像心臟外科嘅刀，吼，因為我種開刀房嘅投入吼，護理師馬介就愛停吼，所以講像心臟外科嘅一種嘅病人吼，來當緊急。我記得有一隻後生嘅，佢差唔多40人生來吼，佢係主動脈剝離，吼，主動脈剝離，我哋快要從早晨差唔多8點左右，就我搞接班嘅時候，8點嘅時候，佢病人就來咧，一直快到下晝5、6點嘅，吼，所以講時間當長，不過當可惜嘅就講吼，當遺憾一隻病人吼。啲做嘅過程就當順，馬上就當冇乜問題。結果愛比心臟吼，因為一種刀吼，佢血先流到人工嘅個體循比去行，吼，所以講代替講佢心臟也比停下來，唔是按起來吼，比挪不去行。啊，唔過血送轉去嘅時候，一隻病人就跳唔轉來，啊，我中間又有用電擊器去填咯，吼，用電張紙去填。跳唔起來就跳唔起來，結果佢命嘅個血管就有硬化的。原來一隻病人之前就有腎炎啊，或就有一些抽煙喝酒的習慣哦，導致佢個血管的硬化體咧，所以講對佢愛跳轉來一種部分就較冇辦法。結果醫生就嗌佢急救嘛，也咩算急救嘅吼。結果向家屬入來，家朋友們入來。結果家朋友看到佢就看到安尼場面的時候，當然就當艱苦吼。然後佢看到安尼情形的時候，冇做決定，然後佢嫌講唔放起來啊！唔係講唔係拖牙嗎？所以說有時候我哋開刀房吼，不唔係看到愛病人呀宿舍的方面，有時候看到呀時候咩當艱苦，我哋唔係講。全力去，每天全力去救吼，啊，有時候就冇辦法講做得像人家如願講佢要被轉來安尼，所以講有種刀真的長刀，結果又冇成功的話，實在是對我的打擊，醫療團隊打擊很大。對，因為常常我有人講，醫生都係吞犧牲啊，你講上班嘅啊，吼上班嘅一群人啊，吼，因為但是有些真是，你要講咯，這個身體都冇辦法去。榜樣一件事情哈，嗰時候都變成我哋每個每的人可以順勢都救過來，嗰時候，但是我就想講哇，8點都入來，等於講如果急診入來呢，因為8點門診唔先開始嘛，對，等於如果急診入來嘅，然後一直到下晝5點啦，啊10分鐘。講到也好，像安尼情形吼，我哋有時候像安尼接到安尼長刀，也就算長刀，因為一看就啲經驗上面來看咧，發現就長刀。長刀嘅話，我哋盡量就唔會失水，吼。啊，飯咧就中間嘅時候應該會來接班，哦，像講接唔食一飯，啊接以後，佢會同班轉來，吼就隔食差唔多食20分，唔食當久。有時候像安尼刀吼，就需要一種經驗嘅人，吼啊。去接以後就繼續轉來，要不然一陣要經驗上，要繼續停。啊，有時候一種刀吼，像係開心裝嘅刀要當人，繼續放嘅一定要當人，因為講吼唔聽嘢嘅話對病人係冇好嘅，所以講我人當人係差唔多10%左右安尼當人。所以講有時候我哋有時候像細阿姊嘅吼，細嘅學妹啊、叫同事安尼吼，細妹嘅較強人嘅人就會疊嘅暖包。哦，係哦。哦，有時候我就多做1、2、3。因為個溫度當大，對。因為我都感覺到冇唔錯，其實我哋啲個開刀房做冇按人，因為講啦吼，冇半個細菌啦吼，冇睇個地方，冇想到其實你嘛冇擋唔掉呢吼。冇哦，冇擋唔掉。我都講你習慣。哦，習慣，所以講有時候吼，就多做1、2扎，冇就跟佢講嘅話點樣。你其實嘛幾麻煩的一件事情吼，那同時嘛講，其實唔到減少水，如因為唔到上唔可以冇從到去紅藥啦。對。係因為其實觀眾朋友可能睇個影片講，其實出嚟嘅開刀房，不過那去開刀房以前可能要把這家嘅書啊，嗰度全部去洗清來，吼刷乾淨，刷乾淨。
但是加種像頭頭話的呢，護理師講，加種你出去吃飯回來要重新洗嘛。哦，一定愛，吼，所以講一種上下的話吼，要從設計書手套洗槍來以後，要用手套的東西，手套一來要再做無菌衣，吼，將上去嘅舒適台上面。等於你講盡量都莫出去，盡量莫。嗰時你講水嘛莫食，對對對，我一定要出來，又要重新換個跟所以你出去吃飯的時間食水、餓尿，馬上處理還得還，對，萬一良心沒上，能力來。就因為呀，然後就會講降低一種感染的風險。但是對人來講的話，其實會辛苦。唔會啦，我有時候就會講哦，習慣的變成，應該開其實唔會看到病人好，我哋開就唔會講開。因為對人來講的話，宿舍係得係來講。宿舍後來照顧胃教一件事情其實蠻重要。佢一般來講嘅話，你骨科冇嗰個一般科，佢胃教嘅部分有乜嘅特別嘅地方？哦，一般像安尼東西就像我教本恢復室的時候，就會提病，一般像安尼就是病人哦，冇辦法提供，一般就教本病房去做胃教安尼。所以講我就教班我有講，咁有邊乜嘅抽血管嘅管嘅吼，尿管啊。我同下一班嚟講，我同嘅恢復室嘅人員講，所以講我喺度部分哦，就冇辦法從病房安嚟講，同病人攝住佢吼，去玩啊，行皮嘅行路就較冇辦法復健嘅部分嘅，對。係啊，因為唔能有人嘅專門嘅部分啦，能專門嘅部分做起來真係都搞唔係集團，因為其實從人嚟講話，而家呢真係都係一集團嘅人，吼，開刀房係得係恢復室係得係。如回病房時間，真的是一團搞太清楚，冇錯。好搞太清楚，係咧係真係都搞過人哋病房嘅人去注意後來，好你哋算是復健嘅部分。係，咁像這家做護理師做研究嘅啦，有乜嘅感覺到講，有乜嘅想法？想法吼，我感覺一下，雖然護理吼，一下對於台灣吼。唔係講當幾樣，雖然錢唔係當多啦，吼，唔過一隻條路啊，感覺做得像一本為病人服務嘅人吼，來做安尼條路是一好，吼，因為雖然講也唔係講當有錢當多哎嘛個，唔過你可以在病人的身上講得到很多的價值。可是問題係講。你還是得賣一點錢啊，賣熱情啊。對。可是還有一個問題啊，龍門講嗰種那些有見投入，有譬如講有學弟學妹見要做護理師，有乜嘅激發一直講冇，不要來。做唔得咯。好啊，我還是問下問題的嘛，哈。嗰種有啲激發對人嘅一啲，譬如講我準備投入做護理啊行業嘅一啲學弟學妹來話，有乜嘅建議冇？我希望見到吼，就係講先貼錢。我有耐心啦，吼，真的我有耐心，因為行業條路真的當辛苦，不管係我開刀房，係急診、加護病房咪強用，因為我喺開刀房護理師，吼，所以我過我講其他呀台灣嘅護理吼就強用，我是感覺一定我是很適服啊，吼，一定還有我是感覺病人本嘅價值。你是沒有辦法用金錢去換來的，真的。其實護理師睇下嘅醫療嘅那種地方，除了醫師以外，聽嘢都護理師嘛。但係講醫師看黑病黑症以後，所有太細事情，全部都護理師啊。無論係開刀房嘅護理師、恢復室嘅病房嘅護理師來講嘅話，係啊。咁種你即個嚟講嘅話，一般來講嘅話，人開刀我哋骨科開刀房嚟講，從人。太路比彎切頭，哦，點解話要彎一片？沒有，哦，骨路呢？對。咁一片咧插，嗰種恢復嘅時間，我都講復健嘅時間，而家插片會停耐冇？我都講有個充電我要馬冇強嘅插片。一般吼，我哋充翻關節嘅病人啊，我哋當希望就講，唔可以通工業就做得下床行路嘅，對，因為也算講阮新嘅廠人家講，我特別同病人講。同病人講，一款新嘅 engine 用嘅，唔好夾下來用，唔好講比硬化鐵腳會硬膠，一唔敢痛，佢就會越夾硬膠，硬膠以後佢就講愛玩，唔係唔敢痛嘅，所以講我當希望病人就會講，有時候我哋宿舍
喊媽媽追之前，我會同病人就會先提講，因為我後尾同伊餵教，就唔免挨一片，所以講啲病房嘅片。不過我第一部分我會同佢講，所以講我會同佢講，你開體以後其實我都夾夾痛哦，到時候病房沒會同講，不過我一先部分我會先同講哦，盡量做得痛就痛，醫生同分線嘅 engine 嘅，所以講我夾夾同伊試看咧，又都好啊唔好都是售後服務啊，就係安尼。係因為遇到伊嘅復健嗰時就會驚痛，係，嗰時都唔敢綁，但是問題係有時就如果係講一條綁到。變咗個綁到伊個最胎伊個範圍，按海邊那真的冇可能。但是有的人可能都講痛唔敢痛，結果都真係喺度弄硬化。對，安尼就失去佢啊本人工關節的一個意義嘅，吼。所以講有時候佢就伊，有時候教佢哋講，有時候真係愛練，這個愛練，吼，叫有時候專這個愛練，吼，唔係講出院就冇件事嘅哦，係啊。節目最慢啦，有啲問題想問。佢種其他玩規矩，你即係各種嘅時間，唔會改變當初嘅想法。唔會，因為也係我上行一條路嘅決心。一直行到健康。對，一定會。當初因為爸爸關係，我哋有護理師，伊喺初中嘅時間，都現在嘅護理啊工作，但是一路行下來，伊唔單止有專業，同時伊對病人嘅生活。嘛得到幾多感恩，今日我感謝我哋嘅護理師來獻上，非常安精彩故事。感謝主持人，感謝大家。休息一下我都聽下啲先生來，強化運動哦。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，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，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，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。